Hello，大家好，我係李子敬，今日係2025年6月2號。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幾件事噶。嗱，首先咧，曾俊華一向被視為係黃黃地嘅，但係最近佢竟然公開鬧話美國喎，咁究竟有冇蠱惑呢？佢依家係咪想轉態投靠翻中國呢？另外 ，Mirror 演唱會墜屏幕案3個被告竟然全部脫罪喎，咁究竟點解呢？花姐喺呢件事嘅表態又有幾咁冷血呢？最後，澤連斯基表面話想同俄羅斯和談，但係琴日又拍出百幾架無人機突襲俄羅斯喎。咁究竟烏克蘭係唔係真心想和談呢？係邊個喺背後指使佢哋破壞談判呢？咁啊，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右下角嗰度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將呢條片廣傳開去，等更加多嘅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唔想你知道嘅真相。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從舊年重新上台之後，真係搞到全世界雞犬不寧。佢嘅政策朝令夕改，搞到美國國內外都亂晒龍。最近咧，特朗普政府竟然推出咗一個震驚全球嘅政策，就係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理由竟然係話哈佛大學未能夠有效打擊校園內嘅所謂反猶太主義，甚至乎指控哈佛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真係離晒譜㗎。哈佛大學當然唔會坐以待斃啦，即刻向法院提出訴訟，暫時叫停特朗普嘅禁令。但係呢件事已經引起美國國內外極大嘅反彈啦。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更加表示，特朗普政府將會積極撤銷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學生嘅簽證，甚至乎會加強對呢啲學生嘅社交媒體審查。搞到好多中國留學生已經開始睇機票，準備隨時離開美國啦。呢個政策一出，唔單止美國國內嘅教育界人士鬧爆，就連一向被視為黃黃地嘅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都忍唔住公開批評美國。曾俊華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出 post，話美國趕走哈佛所有嘅外國學生係一個愚不可及嘅舉動，等同自己抌石頭落自己隻腳度，唔單止令到美國失去好多人才，仲會令到大學失去龐大嘅學費收入，係完全冇腦嘅做法。講到呢度，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奇怪啦，曾俊華唔係一向都好崇尚美國嘅咩？點解今次突然間又反咬美國呢？事實上曾俊華雖然喺香港出世，但係之後就喺美國麻省理工攞到建築學士嘅學位，之後再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攞到公共行政嘅碩士添。曾俊華喺2017年就選過特首嘅，但係就梗係選唔到啦。當時佢嘅競選活動被視為得到香港嗰班反對派同埋小黃人嘅支持，甚至乎有啲人覺得佢做咗美國嘅代理人添。但係今次特朗普嘅政策，就連曾俊華都睇唔過眼，公開鬧爆美國，甚至乎話中國科技發展好先進，話中國超美都唔係天方夜譚。呢啲説話真係令人覺得好諷刺喎。佢仲話特朗普搞到國際局勢立立亂，投資者可能會考慮翻亞洲。咁呢個對香港嚟講係一個機遇嚟嘅。佢提到最近香港好多大學都收到大量嘅入學申請，證明特朗普呢啲愚蠢嘅政策反而係幫咗香港吸引人才喎。哇！突然間咁好口嘅，真係唔知曾俊華背後有啲乜嘢動機啦。不過公道啲講句曾俊華講嘅嘢都唔係冇道理㗎。根據BBC 嘅報導，2023至24學年美國一共就有超過110萬個國際學生，咁其中中國學生就28萬人，係美國第2大國際學生嘅來源地。特朗普呢個政策一出，唔少中國學生已經開始考慮轉去其他國家讀書。好似加拿大啦、英國啦、澳洲，甚至乎香港嘅大學都有入學申請大增啊！當然啦，我哋香港政府亦都好識得把握機會。特首李家超已經公開表示，香港歡迎任何因為美國政策而受到歧視嘅學生。特區政府會全力同香港各大學提供最好嘅支援同埋協助。呢啲舉動真係值得稱讚嘅，證明香港政府識得把握國際形勢嘅轉變，吸引更加多嘅人才嚟到香港啊嘛。
嗱，講到國際形勢，最近香港另外一件大事咧，就梗係國際調解院喺香港成立啦。嗱，呢個咧由33個國家簽署嘅國際調解院，係全世界第一個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嘅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不過參與簽署嘅國家好明顯就係冇親西方嗰啲，證明西方國家好大可能咧阻撓同佢哋友好嘅國家去參與，擺到明唔想我哋成功。嗱，不過咧，政務司司長林定國都話，雖然依家歐美國家未有參與，但係任何國際公約都係慢慢成功嘅，目光要長遠，透過建立信心，將來一定會成功嘅。嗱，呢件事就睇到西方國家對我哋嘅打壓同埋干預根本冇停過，好似英國咁啊，最近英國外交聯邦事務及發展部呢個政務次官魏善庭嚟到香港，竟然仲關注黎智英案同埋所謂嘅在英港人受針對問題，真係離晒譜啊！激到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要回應啊！重申特區政府一貫立場係唔會接受外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嘅。嗱，其實睇翻特朗普想踢走國際學生呢個政策真係完全冇腦㗎。根據美國教育界人士嘅講法，唔單止哈佛受到調查嘅威脅，原來開始好多其他美國嘅大學，好似加州大學Berkeley 嘅分校都收到美國國會同埋政府嘅調查威脅。美國教育委員會嘅副會長更加表示擔心國際學生會覺得去美國風險太大，導致學生數量下降。而國際學生每年為美國帶嚟430億美金嘅經濟收益。特朗普呢一個政策真係等於自毀長城啊！點都好啦，睇完呢啲新聞，相信正常人都應該明白點解我哋香港要堅持愛國者治港啦。如果學美國政客咁樣日日互相攻擊、朝令夕改嘅話，香港一早就玩完啦。過去美國嘅國會有好多次就係因為黨派惡鬥而陷入決策僵局，甚至會出現社會撕裂、政府停擺等等嘅情況，完全展示咗美國政治制度嘅嚴重問題。如果咁樣就叫做係民主嘅話，呢啲民主真係唔要刀罷啦。講完曾俊華，跟住再講下 Mirror 演唱會意外啦。受嗰班小黃人追捧嘅 Mirror 出道咁多年，嗰啲唱歌跳舞都冇進步過，而且政治立場好有問題，負面新聞一浪接一浪，所以搞到佢哋最近走婚嘅情況非常嚴重，吸金力亦都響起警號。事實上Mirror 呢幾年真係好多負面新聞㗎，好似佢哋其中一個成員 AK 成日將新冠病毒講成武漢肺炎，公然抹黑我哋國家，真係好離譜。至於佢哋嘅主力姜濤就曾經被媒體揭發全身黑衫喺銅鑼灣黑暴現場俾警方調查，之後佢又被爆公審女網友啦、唱歌咪嘴啦、行為失常、精神有問題等等負面消息。就連知名度最低嗰個 Frankie 陳瑞輝之前亦都被爆出黑材料，話佢圈外女朋友 Christy 私生活混亂，又同 AK 捲入爭女風波。而 Mirror 另外一個成員呂爵安 Eden 嘅後援會，亦都被爆帳目不清，所以佢哋真係冇乜邊個係好嘢。喺咁多負面新聞之下，正常人都睇清楚佢哋嘅真面目，唔再支持佢哋，唔怪得知人氣大跌啦。不過令佢哋人氣最受損嘅一件事，相信就係喺2022年7月28號 Mirror 喺紅館舉行演唱會期間，發生咗一宗震驚全港嘅屏幕意外。舞蹈員阿毛李啟賢被巨型屏幕跌落嚟嘅時候擊中，導致佢嚴重受傷，去到依家都仍然未可以恢復自主行動嘅能力，仲要長期坐輪椅。當呢個意外發生嘅時候，阿毛俾個重達600公斤嘅巨型屏幕直接擊中，導致呢一個頸椎嚴重受損，差啲連命都冇，真係好慘噶。呢件事當時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大家都希望有關方面可以盡快查明真相，還受害人一個公道嘅。而最近呢單案終於有判決啦，但係結果真係令人震驚。3個負責統籌演唱會嘅職員，包括藝能工程嘅負責人林志明、項目經理吳海瑩同埋廣域策劃嘅梁耀祖，原本就被控向康文署提交錯誤資料，導致演唱會獲批進行。但係竟然全部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法官鐘明生話，涉案嘅負重表係基於估算，唔係精確嘅實質重量，所以唔構成虛假陳述。呢個判決一出，阿毛嘅屋企人同埋女朋友蘇青都好憤怒啊！阿毛嘅爸爸李盛林牧師喺代禱信裏邊咧，就將呢件事比喻成聖經約伯嘅試煉，就話阿毛苦候咧接近3年，希望可以窺見事情嘅真相啦。但係唔單止未能夠豁然開朗，反而平添更多嘅困惑。李牧師更加質問：唔夠經驗、疏忽無能，竟然可以成為殺人嘅免死金牌？一個毫無經驗嘅司機撞死人都唔可以用新手作為藉口脫罪啦。阿毛嘅女朋友蘇青亦都喺社交平台出 post， 話每次對個世界有翻少少希望嘅時候，就會有啲嘢發生 ，remind 翻我哋呢個世界一向都係存在好多不公同埋冇咗個心嘅人嘅。明顯佢就係對呢個判決都係極度不滿同埋失望啦。但係另外一邊廂喎，面對咁樣嘅判決 ，Mirror 公司 ViuTV 好似當乜嘢都冇發生過咁嘅噃。佢哋嘅全民造星錄最近搞到熱熱鬧鬧啦。花姐同埋呢一個梁祖堯啦、Jenny 啦、徐浩呢班人喺記者會上邊仲係笑口噬噬，懶晒好笑咁樣話喺錄影現場淘汰參賽者嘅時候，好似靈堂咁。成件事真係好諷刺啊！當阿毛仲喺度日日受苦，佢哋就喺度開開心心，真係令人覺得呢間公司好嘔心啊！其實人命攸關，而且香港依家銳意成為盛事之都，呢啲演唱會同埋綜藝節目嘅安全問題真係唔可以忽視。最近喺韓國音樂節都出現舞台倒塌意外，搞到8個工作人員受傷，就連女團 New Jeans 嘅演出都要取消。香港勞工處雖然有職安警示，提示大家設計呢啲竹棚架、使用掘土機升降工作台等等嘅安全措施，而且康文署亦都有明確嘅場地運作守則，規定所有懸掛裝置一定要經過合資格嘅檢測員嘅安全測試。但係點解藝能公司可以咁草率提交錯誤嘅資料，結果仲可以脫罪呢？點都好啦。其實呢單案背後嘅問題已經唔單止係法律嘅問題，更加係道德嘅問題。藝能公司明知道提交嘅資料唔準確，仲要繼續進行演唱會，完全冇將工作人員或者係表演者嘅安全放喺眼內。呢啲行為根本就係草菅人命。但係點解去到最後竟然可以咁輕易脫罪呢？真係令人髮指啊！希望嚟緊政府可以加強規管，確保舉辦活動嘅時候，場地符合安全要求，等呢啲意外唔好再發生。最後亦都祝願阿毛早日康復啦。講完阿毛，跟住講下俄烏嘅最新局勢啦。唔經唔覺，俄羅斯喺烏克蘭嘅軍事行動，自從2022年2月開始，已經搞咗成3年。烏克蘭因為信錯咗美國，付出咗沉重嘅代價。戰爭去到依家，根據聯合國嘅數字，已經有超過萬。戰爭去到依家，根據聯合國嘅數字，已經有過萬個烏克蘭平民喪失咗佢哋嘅生命，而且有關嘅數字好可能已經低估咗實質嘅情況。而烏克蘭大部分嘅地區依家已經全面被摧毀啦。最近俄烏雙方終於有機會坐低和談啦。俄羅斯代表團原本已經飛咗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準備今日6月2號稍後時間同烏克蘭代表團會面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仲提出3大訴求，包括全面無條件停火、釋放囚犯同埋被俄羅斯帶走嘅烏克蘭兒童，同埋要求俄羅斯賠償添。原本以為烏克蘭都真係想進行和談嘅，但係事實又係唔係真係咁呢？點知喺和談嘅前夕，澤連斯基竟然派出117架無人機，發動代號蜘蛛網嘅行動，突襲俄羅斯5個地區嘅軍用機場，擊中41架俄軍嘅戰機，損失高達70億美金啊！烏克蘭軍方仲話呢個行動準備咗超過年半，形容係絕對輝煌嘅成果。俄羅斯國防部就話今次係恐怖襲擊，扣查咗嗰啲貨車司機。話佢哋用貨車運送無人機，然後遙控升空發動攻擊嘅。今次嘅襲擊主要集中喺摩爾曼斯克同埋伊爾庫茲克等等嘅地區。咁俄方亦都承認摩爾曼斯克同埋伊爾庫茲克嘅防空系統未能夠攔截今次嘅攻擊，導致多架飛機起火。雖然冇人員傷亡，但係俄軍嘅損失都非常慘重㗎。
而且唔單止今次咧無人機襲擊，最近咧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接壤嘅布良斯克同埋庫爾斯克地區，一夜之間竟然有2座橋咧係倒塌，導致到火車出軌，造成咧7人死亡、69人受傷。俄羅斯咧偵委會就話咧係因為爆炸引起，懷疑咧又係烏克蘭喺度搞個鬼啦。嗱，呢啲襲擊咧擺到明就係烏克蘭想透過破壞俄軍嘅後勤補給嚟削弱俄軍咧嘅戰鬥能力啦。所以啦，見到烏克蘭咁樣嘅行為，真係令人懷疑究竟佢哋係咪真係有誠意和談噶啦？澤連斯基一邊就話想要和平解決，一邊又派無人機突襲咧俄羅斯境內嘅目標，根本就係出爾反爾，破壞和談嘅誠意。其實啊，烏克蘭用嘅無人機技術咧，主要就係嚟自西方國家嘅支援。好似咧之前有報道講過，美國咧就有向烏克蘭提供 ATACMS 導彈，配合咧無人機咧嘅戰術，可以成功咧突破俄軍嘅防空網絡。嗱，雖然今次用嘅唔係呢啲技術，但係咧烏克蘭嘅 Lutny 無人機設計類似咧土耳其咧嘅 TB2，咁就係採用咧輕質嘅玻璃纖維機身，模組化嘅設計，咁可以快速咁樣部署，令到敵人咧難以提防。咁呢啲咧都係西方國家喺後面搞震嘅結果嚟㗎。面對呢個情況，俄羅斯方面咧最近亦都積極尋求我哋中國嘅支持。俄羅斯外交部嘅副部長呢一個魯登科最近就話，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9月初訪問中國，出席天中舉行嘅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同埋9月3號喺北京舉行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俄中雙方咧正在就普京同埋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會談咧進行籌備，咁商討咧會議期間可能會簽署咧嘅一啲文件。咁俄羅斯仲話中國咧喺烏克蘭問題上面嘅中立立場，有助國際社會建立更加客觀嘅認知啊！嗱，睇翻咧呢一場俄烏衝突，烏克蘭咧原本咧就係蘇聯解體之後嘅獨立國家，但係長期就受到西方國家嘅拉攏，特別係美國同埋歐盟，咁企圖將烏克蘭納入北約同埋歐盟嘅勢力範圍，威脅咧俄羅斯嘅國家安全。而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咗保護國家利益，先至喺2022年2月咧發動特別軍事行動，阻止咧烏克蘭加入北約嘅，而且咧保護咧烏東嘅地區嘅一啲俄語嘅居民添。但係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就不斷咁樣提供武器俾烏克蘭，令到戰爭咧持續升級，搞到烏克蘭咧人民受苦。澤連斯基政府唔肯承認現實，繼續同俄羅斯對抗。最終咪就令到更加多烏克蘭人犧牲咯。嗱，點都好啦，烏克蘭去到依家都唔肯投降，一日最衰就係美國，想透過犧牲烏克蘭人民嚟幫佢哋咧打擊俄羅斯，利用完啦，依家又對烏克蘭用完即棄。其實如果想烏克蘭人民好嘅話，和談先至係盡快結束戰爭嘅唯一方法。美國繼續提供武器俾烏克蘭，只會令到呢場仗永遠都打唔完。更加多平民百姓犧牲，所以你話美國明知都要咁樣做，係咪好冇人性呢？睇到美國咁樣出賣烏克蘭，唔知台灣又會唔會覺得好心寒呢？喺2020年嘅時候，我哋一班正常人 KOL 就曾經舉辦過一次見面會，同大家親身見面，一齊玩下遊戲、唱下歌、分享一下心聲咁樣。而多謝各位嘅支持，當日嘅活動非常成功，全場爆滿。大家一齊度過咗一個好愉快嘅下午啊！嗱，自從咧嗰年國安法實施，社會開始咧逐漸穩定之後，我哋一班 KOL 就各自忙自己嘅生活，有啲繼續佢哋嘅社會服務，有啲繼續喺網上發聲，有一啲就忙自己嘅工作，所以咧都比較少聚埋一齊嘅。轉眼間距離上一次見面會，原來已經5年啦。所以我哋最近咧一班 KOL，包括何君堯啦、冼師傅啦、鄧飛啦、Dr. Raymond、大眼、大衛 Sir、嘉慧等等，就諗住再次聚首一堂，同各位正常人親身見面，分享一下我哋最近幾年嘅心路歷程同埋近況。我哋依家定咗將會喺6月12號晚上7點喺沙田 Club One 水中天舉辦一次 KOL 見面晚宴。到時除咗有嘢食有嘢飲之外，仲有好多表演、遊戲同埋豐富嘅抽獎，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聚聚舊。子敬咧已經將報名嘅連結擺咗喺下面嘅 description 同埋留言嗰度，又或者大家可以 WhatsApp 呢個電話9157145291571452。
1452報名，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啦〜